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晚新北市土城有一个17岁少年家提冲锋枪向饭店开51枪，先去派出所投案，少年法庭裁定收容。嘉义水上发生一家伙4个人、3个人死亡的命案，同手爸爸嘛自杀死亡。中华鹿港有一个老大人伫厝莫名其妙互拍重伤。上江村雨的方面经过，也毋过台南雪跳过人过，无啥雨水。气象中心表示讲，因为方面到台南，结果就散去了。新闻先来看，昨早起伫新北市的土城，有一个才17岁的少年家，伊坐客丁车落车，就摕冲锋枪向一间饭店连续开超过50枪。煞来哦，佮坐共一台客丁车离开，去警察局投案。画面传出来，互社会大众是真不安。这个少年人嘛已经互少年法庭裁定收容。警方表示讲，少年家的枪是捌解过，调查嘛发现讲，伊要犯案进前，是有去一个所在提枪，背后可能有帮派第三人。最近咱国内的枪案未少，乌枪的问题，互民众是真惊吓。内政部长林佑昌嘛强调讲，警方执行专题大扫乌已经有袂歹的成果，未来会阁继续扫乌。大田警力集合展开扩大临检 KTV 酒店甲浪球间啊，新北市辖区内开出代志的这场所拢无放伊煞。动员将近800人详细查身份，这届临检的重点就连饭店嘛包括在内，因为有一个17岁少年伫新北土城举枪甲饭店考枪，连续开超过50枪了后，直接去投案。警方初步调查，开枪的少年是摕改造的枪，有杀伤力。虽然伊是讲捌伫饭店啊工作，甲前头家有私人的恩怨，不过原竟是持保留的态度。尤其伊对枪的来源交代未清楚，无排除有帮派塞索犯案。一个未成年人，他如何有能力拥有枪支？如何有能力？去做一个开枪以及寻仇的动作，所以合理的怀疑有教唆指导的人。这间饭店啊，互人考枪已经毋是头一届，网络是流传早伫几工前就互人考枪过。外界是质疑关键奈无动作，警方是解说，因为迄个时阵无人报案，目前已经开始调查，研判是空气枪，当锁定嫌犯来查缉。只是街路少年线出现枪声，也和国内治安出现警讯。包括这个毒品啊，或者是包括诈骗的案件的一个侦破所以引发这个帮派内部互相的一个这个恐吓跟威胁，除恶务尽了那这个扫黑都是政府一直以来重点的一个侦办的一个案件。专题大扫乌，短短1个月，检警署就查到97支枪。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讲成果真明显，将来扫动未停落来。不过，咱国内乌枪这么多，准讲关键一直查，好亲像嘛无一定有减少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义县水上乡南乡村的牛头埔，透早3点外，有一个38岁姓吴的查甫人，可能是怀疑讲伊的太太有外缘，提刀啊杀太太甲2个囡仔。这吴先生有传信息给伊的爸母，讲伊准备要甲厝里人拢杀死。透早5点外，阿嬷赶到厝里，发现新妇、后生甲孙仔，一家伙4个人有3个人死了，只剩8岁的细汉孙仔高喘气，嘛赶紧甲伊送病院急救。8岁男童到病院的时阵，意识清醒，血压稳定，不过阿嬷棍的外伤倒伫血经，就要赶紧开刀。他的颈部以上，包括脸部，发生了一个充血发干的反应。那有一个穿刺伤从左颈这边看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穿刺伤。有一名女性，年约40岁，已经明显死亡，还有一名男童倒卧房间，也是明显死亡。另外一名男童是受伤。男童的10岁哥哥、30岁妈妈，还有爸爸，拢明显死亡伫咧家己的透天厝。行凶者有可能是男童的父亲，38岁的吴姓男子。咱有因爸爸是来讲吼，因某讨客兄，伊受不了，系伊嘛无爱互因爸爸妈妈有烦恼，伊规气甲规家伙仔带走。
真侪厝边拢讲吴姓男子半暝有传讯息，甲伊的爸母讲有歹的想法。吴姓男子的妈妈实在是看到消息赶紧前往，所发现后生已经死亡。伫即个厝的2楼，即时互警方发现吴姓男子的太太还有大后生，两个嘛共款无喘气，无排除这个案件是甲感情的纠纷有关。应该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啦，然后就后续我们再询问家属，理清那个案情。男子有可能做工课甲伤晚，想要回去，所以锁伫外口，甲太太冤家。警方表示，详细的原因因会持续调查，检方嘛要伫下晡进行着遗体相验。记者王丽婷、明昭权、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社会新闻哦，中华鹿港有一个姓郭老大人，昨中昼伫厝里，有一个要熟悉查甫人雄冲入来厝里，摕叉点甲这个老大人帽甲血流血滴。加上有经过好心的送会员看到，到3共报案，这个拍人的查甫人嘛，互警察以现行犯抓起来了。这个70多岁姓郭长辈，去用拍甲规头壳拢咧流血，连涂骹都拢是一滴一滴的血水。这个行凶的肉点都互烧甲断去。厝边讲起代志的经过，救援是真惊吓。然后阿伯就进去了，阿叔也跟着进去。那我想说应该没什么事吧。然后就听到很大声，我以为他们要下货呢。吃药还是什么的关系啊？那眼神哦，不用掉表。代志就发生伫20中昼，姓郭长辈才拄转到厝边休困，煞凶一个查甫人凶神恶煞，直接弄入来内底，讲是人偷摕伊的物件，双方起冤家，对方佮动手拍人，长辈家属指控，伊根本就是随机攻击。昨天晚上都睡不着，怕他就闯进来，会有谁敲门什么的。这受到攻击，姓郭长辈随防送医，警方接到通报，嘛甲行凶的查甫人以现行犯来逮捕。嫌疑人的现场精神状况正常，然后其余是否精神不稳之情事，尚待调查中。姓郭长辈送检查，加在无性命危险，毋过连带家处理，就会互人攻击，到打收来也是真惊吓。警方除了要厘清这个男性的动机，也会确认伊的心理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2日一波目前上强哦，目前为止上强的春雨方面经过，中北部的水库拢进水未少，也毋过可患严重的南部，尤其是台南雪跳过人过。台南雨水上济所在哦，只有白河，累计雨量才25毫米尔尔。南部一寡主要的水库是拢无啥进水哦。南部气象中心是表示讲，因为这波方面到台南了后，结果就散去，所以无啥雨水。台南山区20下晡5点外，民众期待真久的春雨总算是落啊。虽然过去有一水，不过南部主要的水库数拢无啥物明显的水量。南水局统计，方面通过这2日，闸门水库的水量敢若增加90万吨，按若供应民生用水的南泡水库是敢若7万吨左右。它的效益不明显，益处有限，对整个水情帮助是有一个雨汛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对整体的那个水情上。还是需要更多雨水才能够比较有正面的帮助。甚至闸门水库的水位若无升，佫降低，脱水率敢若剩8.3%。那主要是要放水到雾山头去蓄存供下游的民生产业所需，导致政府水库的水位会下降。今年的上强春雨，真正是有机会为各地带来明显的雨势。不过，甲中部做大水比起来，台南部分地区敢若落1点仔雨，涂骹小可淡淡尔尔。连雨量上济的北河地区，也敢若25毫米左右。台南的上空完全是没有雨的，水汽到台南就都蒸发掉了。原本还蛮期待，结果好像被设结界。我下了，可是下那个10几分钟，地板都没有湿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啊。那由于春天的这种系统，本来在预报上面就比较难掌握，难掌握。它比较强的对流呢，是会下在哪个区域，其实也比较难掌握一点。根据气象预报显示，这波的风面已经减弱偏离，日夜也会渐渐出日头，落的雨量是不如预期，民众阁需要继续准时用水一段时间。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今仔早起，总统蔡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出席石门水库阿武坪移防扩大的泵坑完工典礼。总统表示讲，看到迄当年的理想总算完成，是真感动。石门水库会当来延长使用的寿命，对稳定北部的供水嘛有帮助。另外，针对这波春雨对中南部水库帮助无介大，副总统陈建仁是表示讲，会继续来准备可换的相关措施，望讲会当来度过极端气候的挑战。
们距离石门水库的位置差不多3公里左右。总传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来视察石门水库来参加阿母病排沙泵坑的完工典礼。较早风台落大水雨的时阵，除了替水库内带来真侪水，嘛会带来大量的土沙囤伫水泥库的下骹。即马有排沙的泵坑，就使伫风台来的时阵放水，搁兼排沙，来确保着水库的使用年限。心情都会跟我一样，觉得很感动，终于把当年的理想完成了哈。未来呢，我们透过阿姆坪防御隧道，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石门水库的清淤的效率呢，更能够强化我们的营运安全和延长水库的寿命，对于稳定北部地区的供水呢，带来重大的效益。这条排沙泵坑平常时啊，会使提供卡车来行，来载这沤起来水库墩的土沙，来减少影响到附近的民众。另外，最近春天的雨报道，暗过中南部水库的储水率真侪也阁无到5成，其中闸门水库更加只有8%外。陈建仁是讲会继续做好对抗着酷旱的措施，做好来度过极端气候的挑战。中南部的降雨量呢，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一样，但是政府呢会继续来好好的做好这一个多找水、多调水、多节水这样的一个努力，让我们全民大家一起来努力。陈建仁讲，政府有超前部署，嘛继续做好浮流水、抗酷旱水井，也有再生水、甲海水淡化的措施，让台湾的供水会使更加稳定。记者王良、吴家宝 SNG 桃园报道。已经宣布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暗去高雄拜访国民党的市议员黄碧玲，佮有甲在地20位里长做伙见面。鸿海伫初九打宣布讲，3档内底要交投资高雄250亿哦。郭台铭即抓去高雄，嘛，互外界认为讲是提早伫高雄的布局。也毋过黄碧玲议员是强调讲，伊嘛欢迎侯友宜市长嘛去高雄。他也没有拜托我要支持他，但是我想我们来讲，就透过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认识他。我们也祝他们每一位候选人都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大家都期待君子之争。针对郭台铭落南去到高雄，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欢迎所有要选举、投资也是旅游的人，拢来高雄。另外，民意代表嘛表示讲，真尊重，也毋过认为讲郭台铭应该是行唔到所在，伊应该爱先去对手侯友宜的新北市去学跳下卡，对于总统的选举才有帮助。再来看最近伫印度正事件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 XBB.1.16， 顶礼拜咱国内伫边境嘛查到11个境外病例。有风声讲，为着这款变种病毒，目睭会红会肿哦。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针对日本甲泰国入境的境外病例，大部分拢是发烧、嗽、甲流鼻水加轻症的症头。嘛，搁再呼吁民众该赶紧去做新配方的疫苗来预防。国内本土疫情稳定，不过目前在印度甲欧美传出新的变种病毒 XBB.1.16， 也在台湾出现了。伊是 Omicron 的亚型变异株，被叫做大角星。根据世卫的统计，目前全球占比4%，伫美国占比达到7%。国内顶礼拜边境拉查境外移入有44例感染 XBB 病毒，其中 XBB.1.16 被验出11例。目前国内已经有14例境外移入个案，主要来源国是日本甲泰国。它在全球的这个分析看起来，并没有增加这个重症率或者是死亡率哈，所以目前来讲应该是传播力有略增哈，不过呢没有导致说更严重的病症。因为伊的传播速度紧，印度过去8连续4天出现超过1万人的新增加确诊，造成大流行。有欧美专家表示 ，XBB.1.16 甲其他变异株比起来，更较会诱发结膜炎这症状。不过目前国内境外移入个案当中，症状拢是发烧、加嗽这轻症，并无出现结膜炎。它的传染力是公认为原本其他的变异株的1.2倍，那传染力是更胜于以往，比之前的 XBB.1.5 还要来得强很多。指挥中心表示，根据全球分析 ，XBB.1.16 并无增加重症加死亡率，不过传播力小可增加。
次世代疫苗对于有关有袂歹保护效果，也是鼓励民众注新冠疫苗来预防。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受到邀请参加德尔菲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伊含个伊头衔刷红称呼做台北前总统，无台湾嘛无中华民国。马英九的办公室是表示讲，已经有向对方来反映，外交部嘛等下甲主办单位来协调。我国外交部已经积极协调，我们也希望蔡政府能够争取应有的正确名称。最后，站在民间的角度，我们认为向国际为台湾发声至为重要，也因此我们并不会因为蔡政府无力处理而放弃以民间角色为台湾发声的机会。马总统呢是台湾的前总统，他代表着台湾的主权和尊严。这一次主办单位呢以不适当的名称来称呼马前总统，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应该马上予以更正。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建议讲，未来要参加这款活动应该得爱先甲主办单位来确认相关的细节，才会当来确保咱台湾的主权甲尊严。该看中共目标要伫2027年要有拍台湾的能力。美国联邦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以2027年发生台海冲突来提出警告，表示讲目前是中共拍台湾上危险的时期，咱台湾就必须要有全面的准备。国防部嘛证实讲有将近200个美军的教官目前人是伫台湾。驻日本的美国军的司令沃威尔嘛指出讲，部分的教官是培训台湾人员使用美国的武器。中国继续提悬对台军事威胁，美国协助台湾提升军事实力。国防部证实有将近200名美军现役教官伫台湾协助训练国军。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对台支持会对中国威胁来调整。主席美国陆军司令沃威尔进一步说明任务内容，有部分美方人员是培训台湾人员如何使用美武器，亲像台湾最近买战车，美国会提供培训教师指导如何操作维修。我们有没有人操作等等这些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武器买了之后，要花国防预算可以，那但是呢，是不是能够长期的？也让我只讲好了，就是让我们的国防产业也能够茁壮生根。沃威尔用一张荧灯90度面向太平洋的区域地图示意，强调第一岛链对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的重要性。刘辉表示，台湾要积极备战，才能避免战争。不过，国军伫个兵员训练量能、装备欠缺这问题，要解决。另外，针对中共目标2027年完成反台准备，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就选定2017年台海冲突做出上新兵器推演。主席凯莱格示警，即嘛是中共入侵台湾上危险的空窗期，爱护台湾全副武装。那战争爆发，台湾的补给线恐惊会切断，美方无法度提供保护。海线已经被中共封锁，美国想要渗透运补或者是战略运输。相当困难，会被击毁，有冒着这种被击落、击毁，在海上被击沉的这方面的威胁。台美之间的军事训练的量要增大，层级要提高。那我们也看到台湾赴美受训的军事单位已经提高到联兵营的这个层级可以说是这一个结论的相互辉映。美国这摆无公布并推示倒一名胜利，不过结果显示台海爆发战争代价是真悬。刘安婷认为，台湾至少要做好4周1礼拜准备，才能等到外军来支援。建议提悬军备库存，伫台湾建造较大军火库。加拉克强调，美国要赶紧交付台湾买价值190亿美金武器，加强美台联合军事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将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讲电话，将对进前访问中国行程来做讨论。后来嘛声明强调讲，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佮有坚定支持乌克兰来抵抗罗西亚的侵略。也毋过马克宏将去法国南部征讨一间学校来宣传伊的教育政策，所以几啊百个民众向伊抗议。另外，伫首都巴黎，毛民众冲入去政教所放信号弹，来表达因对退休改革的不满。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访问中国时阵的政治言论，真受国际批评。
了后，伊解释讲，法国甲欧洲伫台湾问题顶悬立场共款，支持维持现状政策无变。马克宏20早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了后，发表声明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甲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想要淡化马克宏前期言论引起的冲击。拜登了后也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甲马克宏斗阵去访问中国的议题。The president was interested in her perspectives being over there. They certainly talked about the need to maintain peace and security around an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ertainly, they talked about ongoing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the fight against Russian. 马克宏言论引起外界对欧美关系记录了后，包含冯德莱恩甲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这真侪位欧洲重要官员，拢发言表明对台湾议题立场无变。马克宏20是去法国南部攻击的一间学校，甲师生举办座谈，宣导伊的教育政策，祝贺数百的示威者抗议，敲锣拍鼓、举旗啊，将学校包围。Mais au-delà de ça, moi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il faut mieux reconnaître et mieux payer les professeurs. Donc il va y avoir une augmentation de la rémunération socle, c'est-à-dire sans condition, pour mettre déjà tout le monde au-dessus des 2 000 €. C'était l'engagement que j'avais pris durant ma campagne, parce qu'il y a aujourd'hui des enseignants, en particulier dans les débuts de carrière, qui sont payés moins de 2 000 €. Donc là, il n'y en aura plus. 提出教师加新制度想要化解退休年岁改革，在国内拓开的抗议声音当中，各地依然有真侪民众上街路示威。巴黎政权高约束制造和民众冲击，其内底放信号弹表达不满。反年体改革示威抗争是一直滚价，短期内恐惊是无法度结束。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再来看马斯克创办的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将头一届试射有史以来重量上大的火箭新蓝幕，虽然是有顺利射出去，也毋过4分钟了后，规个火箭就爆炸了。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上强大火箭试验，20日德州普卡试卡 SpaceX 苏休太空港自制基地成功发射升空，将在民众伫咧几落公里外南帕德瑞岛看画声加油，不过无偌久天顶的火箭就导火。试验火箭长120公尺，无载人也无载卫星。SpaceX 讲，飞机里了有几落引擎无启动，所以无冲到应该有的高度。Where Starship should separate from the super heavy booster. The entire Starship stack continuing to rotate. We should have had separation by now. Obviously, thi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nominal situation. 要火箭家己启动，自我分别的系统伫天顶爆炸，爆落去大海。There was a little confusion at first because they'd held the countdown, and the coverage went blank,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kaboom! Right, and you couldn't hear it, but you could see the plume, and the super heavy booster just kind of hung there.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伫推特大文讲，这是试验一遍互人正振奋的试射，为几落个月了后一遍的试射学到真侪代志。伫这边试射的前几礼拜，马斯克对试验会当成功飞到轨道，或者是以快速而且无伫咧计划中的解体，讲机会是一半一半。伊讲无甲发射台炸毁就是赢。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讲将会督导这件事故的调查，并且讲并无人员伤亡或者是公共财产损失的通报。伫咧确定对于公共安全无威胁进前，试验将会停飞。SpaceX 计划以后要载人甲货物去咧月球，甚至是火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全球暖化一段气候的状况是愈来愈急，最近东南亚真侪国家温度拢已经超过40度，伫印度就有超过10个人着山死亡。另外，伫澳洲去年因为火烧山，碳的排放量是15年来上侪。西班牙伫今年3月份的平均温度就比往过增加1.8度。西班牙马德里日头正炎，天气正热，真侪业者伫咧卖饮料，即马正4月温度就已经袂输敢若热天。业者讲饮料的销售量成长3成到4成，民众也讲毋捌拄过遮尔热的春天。Sí he notado un aumento de las temperaturas muy fuerte. No venía preparada para este calor para nada. He tenido que comprar ropa, crema de sol, y porque en abril en Madrid no debe de hacer este calor, sobre todo porque es primavera todavía y parece verano.
西班牙今年春天是热国大暑，真侪所在储水量只敢若剩4成，有一寡所在是无到3成。最近雨果落了少，和情况更加严重。 Pues marzo ha tenido un 1,8 grados por encima de lo normal, o sea, ha sido un mes muy cálido y ha tenido un 36% de las precipitaciones. Sobre todo lo más preocupante de marzo es que ha llovido un 25% en prácticamente todo el oriente de España. 那是欧洲、亚洲加印度真侪所在也拄着热天气，东南亚真侪国家的温度拢超过40度，几落百万人生活伫咧极端高温之下。 其中，印度已经有超过10个人因为着山死亡。彭博社报道，全世界伫咧过去2年经历反盛刑现象，今年可能轮到盛刑现象，和亚洲地区国家大数。欧洲的气象专家讲，过去5年的平均温度比工业化进前加2.2度，碳排放量是15年来新高。The total estimated carbon emissions from wildfires across EU countries for the summer, where the summer last year were the highest since 2007, and France, Spain, Germany, and Slovenia experienced their highest summer wildfire emissions for at least the past 20 years. 气象专家也警告，因为全世界暖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未来的天气是无法度可回到以前温和的情形。这马上重要的是安怎应对极端天气。公司新闻陈伟林、吴其昌编辑。 过来消息来看，台中一间公立幼儿园的老师涉嫌虐待囡仔，嘛互家长检举哦。也毋过教育局是拢无好好啊处理，佮互这个老师办理退休。监察院今仔通过纠正案，认为讲台中市教育局甲这个老师捌教过2间学校拢有问题。 台中有一名公立幼稚园小学的老师，2020年开始互家长指控，讲甲学生头壳皮，抑个脚趾头夹着，也甲囡仔骹盘打甲受伤，甚至要求囡仔爱甲落伫涂骹的饭菜捡起来食。那台中市教育局无去要求老师咧教的例明，矫正国小爱进行校安通报甲召开校事会议，调查无适任行为，竟然阁确定这老师会当退休。监察院认定台中市教育局甲2间学校明显有过失，一一宣布通过。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并没有善尽监督的责任，要求2校依法来做通报，还有就是召开校事会议，甚至在有这个跨校性的违失行为当中，没有积极的依法来召开专审会。敢有业代发表示，小学的老师前后后伫6间学校教过，有41位家长做伙检举，认为伊无适合做老师。不过，这个老师说用改聘制度，用请假的方式摄风头，教育局也无召开专心会调查。 一直到2021年底，家长召开记者会，以及向中华关社会处检举囡仔虐待事件，台中市政府才开始重视。市长罗秀燕回应，教育局已经注销退休申请，上无结果是对的，希望这只是个案尔。许大家对这个过程时间不够圆满，但是至少我们解除他任教的资格。我也很希望这些是个案，不要影响对全体老师的信任跟尊重。 人本基金会批评以老师对学生霸凌案做例，2021到2022年，台中只有4个案件成立。教育局长期以来行政片段搁暗号，一般家长甲学生当着这款不合格的老师，常常讨无救兵，甚至案件真歹成立。承办人员乃至于局长的心态，还是来自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没有见新闻就不处理的心态的话，那我们不适任教师的处理会非常的困难。 监察院也有讲到，台湾教保官违法事件的调查人员，敢若10%有幼稚教育专业背景。教育部应该爱强化相关的人才库，才会当互调查程序更较公正，也有专业性，保障老师甲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民众翕到一个查甫人哦，驶一台小型的赛车卡丁车，后面哦，佮载一个囡仔伫路面。 警方是强调讲，因为这款车是袂当上路，所以上济是当罚这查甫人3600块。今仔日一个查甫人骑人叫做卡道的卡丁车在过路，车尾佫挂一个小台车载一个查甫囡仔，画面互翕落来引起讨论。大家也是关心呐，平常路上的视线没有这么低，这样很危险，尤其后面还载了一个小孩子。伤低啊，所以都要做注意的。这小朋友出来都是小道走啊。你觉得这样还好，对不对？我不觉得有什么，只是说如果真的以法定来讲，那是不可以的。
这卡丁车出现的地点是伫个台南的嘉里，有人烦恼讲这种车的底盘伤低，其他的驾驶看无有安全的疑虑。但驶这台卡道的查甫人是发文澄清讲，驶过程拢尽量换边啊，速度是保持伫个10公里到18公里。嘛讲因兜附近除了下课的时间，其他的时间车拢无介济。伊讲车若要正滑倒滑，拢有用手势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嘛是确认安全才滑的。货车拖拉旧驶过嘛会停落来，也是等对方先过。但照规定，卡丁车袂当驶伫街路。因非属汽车、动力机械、动力运动休闲器材及其他相类之动力器具，仅能于非属道路范围使用。警方的联络车主依法上悬是罚3600，嘛强调违规上路，除了会当甲罚，佫会当禁止伊驶车是使用，且民众莫挑战法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老牌的饮料公司彭果西达，捌伫前几档发生食安的问题。最近有人投诉指出讲，桃园厂伫2、3月份生产的饮料内底有一寡杂质。关于某饮料公司有不明沉淀物的部分，桃园市今天早上将派员前往工厂稽查，如果有发现违规的事项，将依食品相关法规来处办。捌伫这间饮料公司食头路的前员工是指出讲，当初伫生产这批饮料，就发现讲水质检测有问题，也毋过当初主管就表示讲继续生产。4月初有经销商反映讲饮料内底有杂质，已经出货3万箱，有一半已经退货。桃园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讲嘛已经派人去检查，有结果就会对外来说明。业者目前并无回应。再来看国际观光客豆豆返来台湾咯，也毋过咱台湾饭店欠工的问题嘛是搁真严重。交通部观光局昨是公布稳定接待国际旅客服务量的补助方案，对4月份开始饭店的清洁人员薪水有合标准，做超过半档，政府一个补助5000块。另外，为着要加强国际市场的营销，观光局嘛邀请泰国演员伫 IG 顶头有超过970万民众的网签来台湾去宣传的影片。甲镜头一手高试食一嘴家己泡的台湾茶。泰国电视局真出名的艺人，也伫 IG 有超过970万买将的网络名人，即届互观光局邀请来台湾去宣传台湾旅游的影片，行过阿里山、日月潭、高美湿地，也甲台北地漂101。ครับผมความจริงแล้วอาหารไต้หวันเนี่ยชอบมากชอบ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เลยที่มาครั้งแรกที่ไต้หวันเนี่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ด้ยินว่าที่ไต้หวันเนี่ยอาหารอร่อยนะครับ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พวกสตรีทฟู้ด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ที่ชอบก็จะมีพวกชานมไข่มุกแล้วก็มีพายสับปะรด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ที่ชอบมากๆเลยคือชอบอาหารที่ทำจากหม่าล่านะครับพวกหม่าล่าฮอตพอต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ผม观光局统计，今年1月至2月来台东南亚地区的旅游，都有27万外人。这届邀请这个艺人做泰国地区台湾观光代言人，是希望继续拓展当地的观光客。因为国际观光客陆续回流，咱国内旅宿欠工这个问题也伫咧。为着让旅宿业者会当留这人才，交通部公布稳定接待国际旅客服务量能的补助方案。旅宿业者为今年4月7日到明年3月30日进前，新增加聘雇、房务一加清洁服务人员，符合北部每个月薪水3万3以上，其他地区3万1以上，而且做满6个月，补助每人每个月5000块。就是缺人哦，不是你多给钱就会有来人，把这个薪资待遇可能算是这个公布性的提高来说。对这个就业市场是不是会有帮助？其实我认为还是待定吧。以观光热区华人馆做例，房务甲清洁服务人员至少也欠600人以上。业者是讲，留人才这个政策是本意真好，不过人力欠工，还未补足进前，也希望主管机关会当互旅宿业者列做单性工时，像讲甲休困时间11点钟缩减做8点钟，至少互现有的人力会当有更较灵活调度。观光局是回应后续会持续甲劳动部合作，办理旅宿业欠工专案合作计划，也会到学校来招募。真侪方式做伙做来协助旅宿业者。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好上头来看，云林大溪传出讲有气温受到污染，这2天落雨，渔民就发现讲气温的表面有一层黑色的灰甲乌油，真烦恼讲敢会有毒，会去影响到蛤蟆。赶紧通报环保局6轻等单位来采样。环保局是表示讲，这是看化验的结果，才法度进一步来了解污染的原因甲源头。落雨落雪来气温损失，毋过煞看到内底铺一层乌灰甲乌油，养殖福惊这有毒，会影响到蛤蟆养殖，就赶紧通报环保局6轻到现场采样。当然看到会毛毛的啦，但是就是污染源不知道从哪里来啊。对啊，环保局说他们要回去化验检查之后看是什么东西，如果有毒的话，他们才会去追踪。落雨落来就要落来啊！啊，因有的人嘛讲，算即马讲也无法度啦。咱也无法度人去公因迄大企业家咯啦，对唔？啊，咱是小小的百姓尔啦。云林环保局表示，最近6轻有通报塑化公司卖了3厂，为4月20到30会进行税收作业。过程中有部分气体会排放去高架塔烧。20下晡接到养殖户通报污染了后，有赶紧派人到现场采样，化验结果要等2礼拜才会出来。同仁在现场马上也针对这个水样做了一些采样的一个检测了包括悬浮固体，还有一些重金属，以及测定它油脂的一个含量这几个项目。那这些也必须等到整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才能够厘清。6轻管理部表示，目前报告也未出来进前，无方便表示意见。环保局是讲，目前只有部分养殖户反映，若针对6轻最近申请税收作业有连续监控，拢伫正常范围内，污染来源要等化验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吉安乡，最近有民众发现讲，伫田边有一丛树啊，顶头有真侪一粒一粒的物件，赶紧通报乡公所。专家是表示讲，这是一种外来种青叶的卵，因为这种外来种会去影响到咱台湾本土四脚的生态，县政府会严格来监控，卖来移除。住在花莲吉安乡的吴先生，伫厝门口水池边的树啊，发现一粒亲像蕊球的物件，因为感觉无正常，特别翕相发予东华大学专门研究生物的杨玉珠教授，结果竟然是外来种的板腿素花的卵。一开始我还以为说自己的生态变好了，没想到是也有可能是沿着灌溉沟渠一起流进来的，所以代表这个我们这个吉安地区有可能已经有扩散的情形。板腿素花位于华南甲东南亚内，过去可能是因为进口原叶食物时阵无细致斗阵入台湾。早期主要伫中华参北地区发现，真紧拓到过西部。花莲自2002年捌伫水北发现过，吉安乡也是第一摆。板腿素啊，因为它繁殖能力很强，它的蝌蚪会有捕食其他同水域中不同物种蝌蚪的习性，所以它会造成它入侵地区的两栖族群的结构去改变，特别是跟它外表跟习性都很相近的布氏苏蛙。为检测甲移除，花莲林区管理处甲东华大学也特别伫社群网站成立社团，甲民众辨识甲移除，主动分布看开，避免危害本土的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一个老师甲厝里人饲的百菇碰见，学校找透透，甚至佮草啊拢挂好病，嘛是拢找无哦。来扩大范围，伫社区嘛打相片要继续找，佮讲要发2000块，互找到的人。伫网络顶悬打赏金广告，宜兰龙潭国小布伦分校的教师二小姐13，伊甲因囝婿饲的百菇阿米亚甲拍无去，伊规个校园冰透透，甚至阁借割草机来割草，要是无看到影子，只好上网打广告，要来赏2000块找菇。不过反正还有希望啊，对。要抱着希望哦。因为这边真的很有可能，然后被捡走很有可能，就也很谢谢村长的帮忙。对二老师来到百菇走无去的现场，还会当看到现场有打广告。老师除了有甲校方借割草机来找菇，学生嘛将热心来去斗找。只是讲，这个百菇是草食性的，主要分布伫非洲的南部。这几年来，真做挺生物，真侪人咧饲，竟然走无去。那这些动物，我们当然是就非常不鼓励说你丢弃到野外以后，因为
它如果不能适应，它就会死掉，那对动物来讲是不好的。那它如果能适应下来并且存活下来，那它会造成我们生态的破坏。爬虫类的专家讲，绿菇虽然是草食性，无攻击力，不过伊刷的速度真紧，要饲就要较细细甲照顾。但是拍无去，菇本身的性命嘛有危险，因为伫咧台湾，这算是外来种，嘛会来破坏环境，呼吁民众若要饲就要甲照顾好势。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新闻来看，台湾伫顶一届的亚运，跆拳道甲空手道是表现了真优秀，摕到2块铜牌甲1块金牌哦。这届的杭州亚运男子个人拼射项目，确定是去年世界杯锦标赛的金牌马文中参加哦。目标希望讲会当摕到金牌。结合体操，用步数点出攻击甲防守的组合动作。因是杭州亚运跆拳道拼射培训队，不过亚运无团体赛，敢若个人赛。虽然是朋友，嘛会拼一个输赢。目前咱台湾男子个人拼射确定派马文中去比，若女子个人名单就要等到5月才确定。他目前在去年2022年的世锦赛也拿下金牌。对，所以他是一直在国际赛的成绩都不错。去年世锦赛金牌马文中，国校开始接触跆拳道，伊嘛为对战开始拍。不过连2个月就转去学拼射，伊感觉家己真好运。2017年世大运开始入选国手，刷落来就一直有国际赛经验。伫2018年雅加达亚运，伊还阁是一个菜鸟啊，不过今年是又阁入选。那时候是很兴奋，也很紧张。那这次的话就蛮平常心的，目标当然是金牌。脚步稳定，有力佮流利。江惠轩是国内女子空手道型的指标选手，全运会4连霸。伊伫前年亚锦赛成绩无理想，离开国家队，家己开钱找教练佮导管。结果亚运延后一冬，去年伊伫亚锦赛摕到铜牌，佮再真做亚运的国手。我是算全队年纪里面最长，但是我第一次打亚运，但我觉得这就是都不重要。我觉得自己就是准备好一切，然后等待机会来临。虽然伊是全队年岁上大的国手，不过江惠轩讲信念是真重要，向目标一步一步豆豆行，有当阵嘛有想袂到的结果。记者林晓慧、王兴忠高雄报道。明仔是世界地球日咯，也毋过咱台湾照明的相关规范，佮需要加强。有立委邀请国际暗空协会成员做伙参加今仔日的台湾公海防治立法的公听会，望讲会当来参考国际的经验，来进行立法减少公海。小巨蛋 LED 的电视墙咧放真有声光效果的影片，不过灯光煞来造成公害，即嘛可能互这个附近的居民暗时也困袂去。台湾到即马为止，对这个照明的规范还佫不足。21有一场促进台湾公害防治立法的公听会，立委就特别邀请国际暗空协会成员来分享国际立法管制的宝贵经验。First, to recognize light pollution as for what it is, as a source of pollution that impacts public health, wastes energy, contribut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the public. 主办的立委陈昭华就批评讲，空污有空污防治法，噪音嘛有噪音的管制法。就算讲环保署伫个2021年有颁布光污染环境防治指引，不过民众若是有真情，煞无管理的法则。Mr. Adley 他刚才也有提到一个，就是不同部会的合作和协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不足的地方的话，那我们欢迎提出来，我们继续来努力。公路照明设计的时候，重视照明的效率、节能措施以及生命周期的成本。那依据相关的规范，选择适合的灯具形式。台湾暗空协会是建议讲，过度照明唔那是浪费能源，光污染还会影响到生态，甚至还会对人体健康有阻碍。望讲政府除了立法以外，环保署、交通部这些单位拢爱各司其职来制定公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延平山区原住民的部落，过去拢是靠种竹仔为生，也毋过后来竹仔的产业就无咯。最近有专家来教部落族人用竹仔来装酒，嘛发展出竹仔新的出路，和酒嘛无共款的风味，咱做伙来了解。
德国青是利用竹篮内的青竹啊，伫一个竹坎内底消毒净空，再甲酒灌入去，搁密封放1礼拜，记长竹啊倒出来啉。这种的酒有竹的香气，也搁有天然食物的甜味。这喝起来有什么感觉啊？甜甜的啦。这种做法甲较早部落戒酒的做法无共，部落是讲早期有人用竹仔酒做过，毋过效果无好，而且竹仔迄个时阵介绍真好，即摆竹仔经济效益较少。所以武陵部落的布农族人，伫台东大学教授的指导，透过访问长辈做法，再搁进行无共竹仔甲酒类结合科学实验，到尾啊选用3年生的竹仔加高粱酒，灌入去放1礼拜，就变做部落文化饮料加布农制定用酒。我们族人自己做的酒，好像这样的灌进去是我们自己做的，都可以拿来报章公用啊。因为我们之前只知道说用小米。那因为竹产业没落之后，那希望在地方创生或者是创意发展的时候，就想到酒跟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发想，这样。希望透过了这一次竹高青的一个发表，那么让我们武陵部落的竹产业能够复振。研发的族人是讲，竹高青的竹함也可会当做竹함饭，也加竹的制品，规张竹啊拢会当利用，也可会当做部落文化体验的项目，吸引游客来部落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有袂少少年人拢想要家己做头家，最近这几档行动餐车是愈来愈时行，出头嘛愈来愈多。公司台语台的青春的内幕，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经营餐车的少年人是安怎来发挥因创业的理想，走出一条无同款的路。停伫路边的餐车，就亲像一张一张的菜单，满足民众3顿的选择。这几年来，受到 COVID-19 的影响，为少民众想要改道，也是家己做头家。行动餐车因为入手条件较低，唔免点租，阁会当四季拍拍走，真做袂少人创业的选择。餐车是一种现场制作，那它也某一种层面算是一种秀，就是我们可以在现场制作给客人看，然后到最后呈现一个热腾腾食物给客人，对吧？某一种程度，它也算是一种表演。一台车吐归台湾，拿走空去拿佚佗，这款飘鸟的生活，去因出业无偌久，也是想要创业的少年人来参与。我本来就是介意食，伊看安尼就知影，就是讲哦，有这个机会，赶紧甲头家参详啊，看会使来体验看卖无？好，谢谢，恭喜完赛哦。以前拢是穿水水啊，伫冷气房内底，然后教册啊，所以即马毋是，即马就是爱出力，就是爱透风落雨。你的 schedule 排落去，你就是爱出力啊。餐车的机动性较强，即马有袂少人客会叫因来活动场做料理，互场面搁较新鲜，也是去较少人排单的场合和空间，服务有特定饮食需求的人客。我大部分拢去一寡较庄脚的、较比较二线的都市，加上我是做素食的，所以我感觉讲，与其伫咧市区吼，甲人去拼这，我不如去做一寡甲人无共的所在。因为各县市法规的规定，也阁有人事考量、车辆消磨等等的原因，有愈来愈侪头家专用创意市集，也是找找合法的场所合作来营业，将多元又阁罕得看到的好食物，和台湾各地民众有机会来品尝。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防部去年成立不明飞行物体调查单位 AARO， 19号伊嘛去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报告，会中放出无人机翕到的不明飞行物的影片，其中阁有一篇甲哈佛大学做伙合作的论文，就表示讲无排除这款飞行物是外星人嘅交通工具发射出来的探测器。外星人敢会派太空船舰来地球探勘，这想法伫真侪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创意发挥，已经加做真侪人的宇宙观，相信外星生物毋是想象尔。美国国防部伫2022年成立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专责调查对美国军事地点和设施产生潜在威胁的不明现象，范围包括太空、大气站和陆地。俗称 UFO 的不明飞行物体嘛在内
落讲目前的通报案件超过650件，需要列入优先处理的有一半较低。落19日参议院听证会报告，公布一段军方无人机 MQ9 翕到的不明飞行物影片。伫中东翕到的是一粒小球体，无人机持续在咧后壁哪飞哪翕。落讲目前无法度证实这个球体是啥物物件。南亚翕到的影片，乌点亲像双型客机。这段会当看到一个飞行乌点，放大了乌点的外形略较浅淡薄。伊伫见后前移甩的速度因为放大来变紧，尻川后佫拖一条尾船。这个飞行体到底是啥物？现阶段也是无法度确认。19世纪就流传民众看到 UFO， 后来有记录的 UFO 事件，较多是美国军方飞行员看到的，上少有120件。2021年，美国国防部对于国会报告说明这寡不明飞行物影片。3月初7，耶鲁和哈佛大学合作的一篇论文草稿，提出大胆假设，讲这不明飞行体可能是外星生物武汉派来探测飞行器，要来探勘地球。过去官方对 UFO 真低调，这摆公开用论文发表不明飞行物的假设理论，引起外界讨论。公视新闻张秀芬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